各位观众朋友，今日过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的，我是阿明谷刘浩明。讲到南浦的文化杂志，他今日第一个讲的一定是六队风云杂志。六队风云杂志对我哋1989年开始到今年，都好30周年了。我哋今日有请到来宾，都是六队风云杂志的社长钟正斌阿斌哥来来现场。但是今日唔係嚟收街，也係六隊風雲雜誌哦，要嚟收街而作為客家童謠。我哋馬上嚟歡迎我哋呢阿邊個老總嚟現場。阿邊哥，我哋咧印度嗰個主持人阿明哥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我係鐘正斌，所有人咧仲係響我阿斌哥，我哋係長治嘅美濃人，今日咧做一個客家文化行咗40年咧，所以咧老掉錢咧。就我萬歲時啦吼，我都有應該講我都多少少有談到阿斌哥嘅一啲事情啦。因為你現在想講嘛，30年前都開始作為一個六隊風雲嘅雜誌。嗰種其實像我哋都考慮有本身都長期嘅訂戶啊，我哋每張嘢都會數到六隊風雲都。睇有地講六隊風雲係我哋記錄我哋六隊嘅文化嘅特色啦，學我哋睇細嘅事情。但是後來阿斌哥都開始又轉去做童謠咯，亦係用係轉折嘅過程，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同我哋紹介一下咯？其實一個六隊風雲雜誌反正繼續去辦只不過呢，我哋客家委員會差唔多10多年前，一開始係推動客語生活學校。所以呢，我哋都投入一個客話教學，變啊客家母語嘅形成除下呢，我哋就教一個傳統，除下呢，我哋就教傳統嘅童謠當作一個教材。不過呢，傳統嘅童謠教一教嘅，慢慢佢喺度冇喺度之後呢，想辦法想辦法咁我都自己嚟創作要個現代化個時呢，嗰時合小朋友嚟念咩也都童謠，所以呢，因為有一個新嘅創作嘅童謠出現啦。嗰時當初喺印度自己喺教學嘅時節，是有一個新嘅內容嘅東西，喺度自己要創作。喺印度學我哋創作，我聽到講客家童謠啦，其實成日哋文史都聽到講一講化某個小菜郎嘅，但是我哋想講一念咪10公人呢。你會有新嘅冇？會有飛機化啦，冇得幾種茶化呢新嘅童謠。嗰種當初阿斌哥自己本身都認為講，在教嘅過程裏邊可能 Q 嘅唔拿嚟用，嗰時都創作新嘅童謠。但是問題係新嘅同 Q 嘅要接上冇？有安尼講我哋以前嘅嗰種韻啊，無論我哋嘅嗰種節奏，要聽到安尼傳下來嘛。一個童謠呢，就係講唔講一句超機一講小菜郎ขี่拍馬過蓮塘有啲傳統嘅童謠，亦都句超機或者鴨韻3機5機4機7機都唔怕但是呢一個呢對頭擺嘅故事安尼改變下來嘅演變下來嘅都童謠有超機有鴨韻念起來有一個節奏感也都很多念謠講唔係像用唱嘅時候都變兒歌兒歌也跟呢就變冇共樣嘅東西嘅所以我哋創作童謠呢，其實就對於傳統嘅一個童謠嚟做基礎，共樣3機5機7機個呢有超機押韻有節奏感有安尼方式呢，這部內容呢同頭擺傳統嘅一講小菜郎冇共樣嘅今日呢，我哋可能都有書記唔係書記就要用來嚟創作一個童謠，有到天路就要學天路創作童謠所以呢題材內容就冇共樣啦。嗰時我都變成講，這個原來嘅童謠嘅嗰種格式，還是有不一樣嘅地方。也係咪認為講，安尼東西對細人來講，以最好念嘛，3機3則詩5則詩3機5機，對細人嘅講法嗰種書讀來講，也係最好嘅一種方法。冇唔錯，因為一個念謠，就係講有一個節奏感，念起來細人咧有個有興趣。你講用一個客家兒童詩一個童詩呢，可能一句話會改長。
可能會糾結十字嘅條嘅吼。咁所以嘅來做一個歌謠來念嘅話呢，用念得咧比較歌無按手機哦，但是唱歌可能比較可以讓我創作嘅方式來創作哦嘅客家兒童詩啊嘅可以準歌去唱，念謠就比較歌無適合。所以念謠呢，反正要用傳統嘅方式來創作啊，有一個節奏感哦，聲音呢有個好念啊。但是呢，有啲問題都講，可能頭都講童謠，可以分成念謠，係咪？念謠都冇辦法，唔適合用唱的咧，如果適合用念的咧，係咪？念謠哦，當然都用念的咧。你講啊，那係一個譜一個曲哦，就可以唱嘅。所以一個客家童謠呢，要做得念嘅，也要做得唱嘅。嗰種童謠都可以分成做得念嘅念謠，要做得唱嘅童謠。咁當初一開始嘅時間，如果因為講哪種嘅方法對人來，哪種嘅念謠啦，無論童謠啦，對人來講係嗰可以上訴嘅，還是兩個都幾好啊？兩個都幾好。因為一個念謠呢，我平常都有一個講法嘅哦。講法呢，雖然呢，對一個念謠當中來學習客家話，又有節奏感，又該神奇，又奇妙性，人都學起來個有興趣。再加上後面呢，我哋請專家來譜曲，又有唱，加一個上課內容都會加個豐富，個發白，個成功。咁從頭都有講到講，你要把我哋更加日常生活地部會用到，譬如講我哋咧通訊軟體啦，嚇，比如講我哋咧聲音嘅童謠地部，唔係咪同我哋咧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從有部分嘅話唔係用嘅吧，比如講我哋童謠地部，係同我哋示範一下好冇？咩做得啦？從而家聲音咧已經各位普遍落去9天咯嘅，我哋個學天咯，天咯，學天咯，學個天咯，真係好。一個就可以用天羅嘅方式，一個做題材來去創作。像而家個市場一個來來去啊，來，書記一脈乾坤來，呀來，我呀來，一年莫來真奇怪，日呀來，夜呀來，來去莫做快，一個都順晒教育生要莫來一條橋嘅，莫做得快嘅。可是，人哋嘅童謠都真係同人哋以前嘅都冇同樣嘅嚇，至少內容地方唔係都明白你問個過拍馬啦嚇，騎拍馬過連堂啦，什麼後還是過連堂後來我搞唔清楚都係連堂嘅某個東西。但是問題有啲東西都同人哋咧日常嘅生活都真係都幾全嘅，嚇，因為我哋平常都聲音嘅鬼嘢都可以搞天路啦，搞數據嘅啦，嚇。但是你要用人哋一種童謠嘅方法，用客話。最重要用客話，啲人講搞天路用嘅，唔能用我哋用數據嘅用嘅，人就會快嘅，然後然後我講手機要對我幾好，然後你變成講個聲音咧，第一個我哋用我民意搞嘅東西啊，天路啊，數據嘅呀，然後鬼嘢，你可以音冇慢慢彈，慢慢可以平常你音唔講困難，民意哋搞嘅數據又搞人就快啲哦。但從咱哋當初一開始，從我做呢童謠本聲音嚟拖嘅時間，佢聲音嚟其實接觸嘅程度係也感覺很用咯。當然啦，因為也個接觸人嘅生活，日常生活，當然人都感覺個成就人哋教書記也可以進童謠念喎。事實上呢，我哋就係念童謠嘅當中，教人講客話，因為我哋可以講，書記做得做乜嘅啊？打天花哦！書記做得做乜嘅啊？下西呢哦！書記做得看天陽哦！可以做乜？按到功能，就也搞一個書記嘅功能當中咯，就算係搞成人講嘅就客家話。我發現也真係幾重要都講，你用嘅係日常生活地位正確正當嘅去用客家話，其實係幾重要嘅，因為我哋從頭會發現我哋即係喺想。我哋學英文嘅時間，有時間我哋會發現到講，我哋可能會讀英文嘅書，但是日常講法講唔出來，因為做乜呀？因為日常講法英文其實冇咁難，但是我哋唔可以正確去用嗰度，可能過簡單嘅事情，無論用過簡單嘅話，
只来表达我哋自家嘅想法。但是我發現阿邊個唔能嚟講，能嚟做真係鬼錯，因為我哋可能有時候我哋可能我哋聲音可能會朗讀啊，會比賽啊，會唱歌嘅。但是熱唱一講客話時節，伊都講唔出來嘅。但是咱嘅做法都變成講，我哋熱唱嘅時節，可以表我哋嘅聲音可以學啲正確嘅客話。佢當初我想有安尼一種反應咯，因為佢有嗰種人意味講，我哋應該讀經書啊，唔都想我用熱唱嘅成法來牽引我哋咧客家話教育咯。講到一條頭擺嘅三字經啦，一個詩經啦，乜嘅七時賢文啦，朱子詞家嘅結言啦，一條有咩做得用客話來念來教育人呢？唔過咯，一個頭擺有頭擺嘅事情，對生意嚟講，佢幾啲鐵眼，咁所以咯，我哋係咪同生意個接觸啊？我哋當然要成法化，食飯、寫生、作三副，總歸都要做得創作童謠啊！比如講啊，我明日要寫生啊，唔犯記得冇？寫生差唔多寫八八呢？寫八八係咪？這是我嚟講。寫八八，寫好八八是喇叭係硬定定，門呢咬唔贏。短嘅機要神奇要可以搞門咧，搞喇叭咧，搞寫八八，啲寫八八要可以搞咁多寫八八，要見要講寫胖胖哦，要講寫神哦，寫神同寫神咧要冇共樣哦，寫神咧係潮水嘅，講到寫胖胖，有咩做得要一寫胖胖嘅童謠啊？寫胖胖，寫好胖胖食無糖。無糖唔會甜，門呢見嚟甜，咁所以呢，成番地位呢，改到乜嘅東西，你話到就做得創作童謠。其實學客話唔係一個最困難嘅事情，對我哋成番地位嚟學，都幾好上手。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台節目，我哋來賓阿邊個同我哋示範講，讓我對日常生活地位來創作我哋咧客家嘅童謠。我想問一下阿邊個，像童謠啊，其實我哋頭先講係聲音咧，嗱我念嘅童謠，但是我哋聲音咧有分啊，有那兩三四啦，那講翻兩三句啦，佢係個睇嘅，三四五四、五六四時，我講個長嘅。佢將當初在做童謠嘅時節，要針對嗰種年齡，你細緻無窮嘅聲音咧，去創作無窮嘅童謠。當然會啊，但係我考量到話，幼兒園嘅小朋友，人咧人幾時過細，當然個段啊，俾人念幾嘢行來，嗰時呢，同我講寫八八啦，寫胖胖啦，食飯啦，作衫，也嘅呢就嗰段咧，你都講中國人基本時間咯。我哋學天咯，人幼兒園嘅小朋友唔會打天咯。到小學嗰時候開始學天咯嘅，落嚟念學天咯嘅。因為出嚟坐高鐵了，要台灣線高鐵咧，要出來咯嚇。嘅你看到一個 T-shirt 茶，一個下面一隻 T-shirt 嘅度，因為有 T-shirt 茶呀嘅，有個歌唱，有啲童謠嚇，就會有適合一個中國人嘅有啲位咯，嗰段咧許多學校行就有學校嘅一個童謠，像一個聽到上課鐘聲響嘅咯，叮當叮當響鐘聲，乖乖坐到等先生，上課認真聽，先生講嗌好學生，一段咧等人記得也做得，幼兒園也做得，所以可能會看人技師來創作啊。像頭講嘅叮當叮當向鐘聲嘅幾趟啊，我都發現到，如果從我哋咧，我哋上課嘅成分係完全同樣嘅一種成分方式。可是對我哋聲音嚟講，應該都改革都學習有東西，因為我哋語言嘅成分都安尼。但是你頭有講到，
有啲種台灣新高鐵的呀，嗯，唐講也會童謠，咪有得過獎係咪？你會同人哋觀眾朋友紹介下，也係用嘅童謠，當初係用上做出來嘅童謠出來。OK 啊，拄好客家 V&V 有一個不同呈現現代嘅童謠我講嘅一個傳統嘅童謠已經有大家廿碼出世所嘅所以呢客委會也有想到增加一個客家母語教育嘅一個教材豐富性所以呢就呈現一個現代嘅童謠。我哋想當現代嘅童謠當我哋想到嘅話，現代童謠絕對都唔好唱頭邊人們一講小菜娘一講花點火為主嘛嘅種嘅所以呢下拄好有台灣新高鐵讓出來咁就拄好來創作看下先新時代新高鐵點半鐘高雄到台北半日來去呀做得也都喺外邊有歌唱也都適合中國人嘅所以呢像學天咯也係拄好嘅客委會呈現嘅一個童謠嘅時間去投一個歌嘅有入獎嘅所以呢如果針對有乜嘅需求就嚟創作樣嘅一個童謠嗰種其實我哋咧客家 V&V 其實嘛有注意到一件事情，你講其實我哋咧童謠其實可以真正傳承我哋咧客家文化，俾我哋下一代用一種好簡單好輕鬆嘅方法，俾我哋咧下一代可以學客家話。咁從今日做個神父咯，因為我發覺講，又唔係平常我認識得阿邊個，係咪唔其實唔單止講我哋咧童謠，思考我哋聲音咧，連人哋背後睇嘅方法，嘛思考我哋聲音咧，本聲音咧感覺到講，佢神奇，佢容易接觸，係咪咁嘅意思咯？我哋做下咧，古古怪怪嘅神父，粗白嘅神父，要帶客家嘅元素，要我哋上嘅客家話課啊，我哋特別做一身去做，做戲都冇嘢去解做啊，你把都搞出嚟咧，同聲音行列時，南頭冇都跌下來，小朋友就應那個我那個時間，上個情緒就放起來興趣就來，再加上其他你古古怪怪嘅東西做到舞台去俾人看就順手搞，有乜個後嘅後嘅有乜個搞有12生肖仲有搞嘅處牛虎兔，磨作神虎，龍沙馬羊，愛兔新羊，後街看豬，實盲讀書，我是獨孤，所以呢，就安尼要帶出來12生肖，12種動物要出來所以客家教學就安尼串，安尼參，安尼參，然後搞到高度嘅豐富嘅題材種唔到人家乜嘅12生肖真是人家講落發現幾神奇呢？你係咪在講我哋嘅觀眾朋友在言語邊好冇？講到一個動物，我哋都話，對12生肖小朋友最熟嘅，嚟教起咩？12生肖，處牛虎兔，磨作神虎，處牛虎兔，磨作神虎，龍沙馬羊，愛兔新羊，龍沙馬羊，愛兔新羊，後街看豬，實盲讀書，後街看豬，實盲讀書。在念改編咧就都念對我是獨孤搞我是咧就順勢搞鵝鳥，來是來鳥，也都冇講哎呦粗棒棒嘅其實要咩要搞，也係神法嘅一部分按講一條動物唔對一個處牛虎兔12生肖，加份笑一啲啦。阿明哥唔笑乜嘅捱笑貓嘅貓嘅要貓條假嘅皮所以呢嗰度嘅日常生活可能多嘅條小動物咧，就對個12生肖地方呢，引產都出現我一度呢嗰豐富嘅題材可以教本聲音咁從我哋還是回到我哋12生肖嚟講，從12生肖我哋以前拍嘅時候，真係都處牛虎兔龍沙馬羊後街看豬，但是你冇想到講，可以變成一個很神奇嘅一個童謠呢。啱好嚟埋改好教，然後以後咪改記嘅，
最重要你讲，对生意上手地方你开始产出，譬如讲鸡尾，猪尾，我哋平常会读到嘅嗰種動物，無論我可能讀唔到，但是可能佢從嗰邊講到龍啦、老虎啦，你都唔會講變成講我哋，明白你講動物園地方有乜嘅東西，有睇有類的東西，但是同我哋嘅文化其實好像冇乜嘅關係，但是變成人家生意上手嘅時節，同我哋文化都真係幾結合嘅，咁像咱嘅一種上課嘅方法吧，咁除咗我哋講我哋用我哋咧舞台戲。我哋嗰種看到有配啲東西的吼。你像那個個你買餅呢，巴布，那個呢，我哋小朋友可能有時路上可能犯7-8個糖嘅到巴布嘅生意嘛。我買乜嘅啊嘅，有個碗啊，我哋講買餅啊，買餅嘅時間，咁我哋就可以搞那個買餅呢。食餅嘅一個童謠啊，食餅來食餅，紅頭綠頭雞啊餅，黃鸝烏嘅水果餅，食嚟眼公鼻上甜，眼公食嚟鼻上甜，講到食餅又有食餅咧，咁唔咧做順頭啊，一個去食早點啊，我去買一個早點嚟食，更加冇自家煮嘅哦，去買包嘅饅頭啊，我哋要嚟創作一個。包嘅饅頭嘅童謠啊，包子饅頭，蚵絲饅頭，小小嘅頭嫩，水彩唔多，削胖兩粒，水彩唔多，包子饅頭，蚵絲饅頭，小餅油條本食多咯，夾來食，食嚟冇煩惱，也冇煩惱。嗰時呢，唔係食乜嘅都有乜嘅童謠飲。可是唔單止頭到我哋講嘅賣食餅咧，無論我哋賣包子饅頭嘅，其實也地方一個重點，你講，伊會把幾多嘅名詞全部變地方，像餅啦、紅頭啦、綠頭啦、烏嘅啦，都變成講用一個主題幫我哋生活地方可能會讀到嘅東西，全部嚟講一遍。可是也都做一個童謠，其實伊係一個幫我哋生活地方嘅東西。客家會用到嘅，全部用一啲一種方法。如一說童謠地方，除咗嘅童謠地方介紹名詞、語詞以外呢，我哋可以用產地嚟產出去。同我講生意上手，我選擇冇社會嘅苗嘅咯，嗰種苗嘅都係揀一批。社會嘅包嘅咯，包嘅都介紹下。老虎講到老虎，就有老鼠。講到沙果，有乜嘅咯？有白沙嘅，無窮樣嘅沙叫麻沙，我哋印產都出去，嗰度好搞啊！可是嗰邊真係都對於啲童謠開始，我哋都可以幫我哋客家人嘅生活，我哋平常人嘅生活，用客家話來講，來帶入去我哋童謠，讓我哋生活過自然而然都可以學識我哋。日常生活會用到客家話。有時間我哋會同小爺講，也煮啊，也個醃鐵機哦，也變成醃鐵機哦，就係呢，醃來醃去，都變啊對花樣嘅哦，咖喱嘛，咕，上山打腰婆，打到一多隻，打到12隻，留一隻，搶人客咯，鵝鳥嘅，鳥咯淋菜嘅。菜咯打發嘅，花咯夾子嘅，籽咯醬油嘅，油咯買嘅，錢咯拖家嘅，家嘅咯供來嘅，來嘅咯裝阿伯咯過橋往事嘅，一個傳統嘅童謠，我哋搞一隻唔記捱記，我哋對來對去一隻，我哋都可以變很多打嘴鼓嘅方式。用童謠呢，也係設計出來打嘴鼓嘅一個劇本，本身人呢在增加一個學習客家話嘅題材，所以變啦，童謠也可以做打嘴鼓嘅一個人嘅題材。可是童謠都唔單止係童謠呢，其實童謠係學習客家話最簡單嘅方法，休息一下，等一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
翻过来，复起来嘅。上到节目，我哋阿斌哥用最神奇嘅方法同人講，而作為童謠。咁阿斌哥，頭先我一開始時我哋有講，童謠有啲係可以用創得嚟嘅，你係咪有創作講用創到嚟嘅童謠啊？一個童謠哦，做得用念嘅，當然也做得用創嘅。哦，我哋雖然我唔曉得唔懂一個音樂，不過咯，我哋會請專家，比如講啊，我哋對個有名嘅作曲家啊。佢哋做竹田鄉中嘅傅明雄先生，我哋拜託佢同佢一個譜曲，咁所以我童謠呢，嗰度佢哋呢已經有4塊5塊嘅唱片出嚟，仲係拜託一個傅明雄先生，或者我陳松小姐嚟做一個曲，當然曲嘅出來就做得唱嘅，咁所以呢，雖然呢要念啊係咧，要再嚟俾人唱嘅幾嘅，人興趣要來。又唱又念，甚至呢，在大家嘅動作，個聲音呢，一節課40分鐘，半點鐘，嗰一格就過去咧。因為聲音最強嘅錯題嘅吼，先生念一記，我念一記，念喺度下課全部都記唔得咧。嗰種種唔同個，伊講開始講，我伊先生做個安神器，然後伊啱頭嘅毛會跌下來，嗰種對聲音嚟講，又唔講到講，伊喺啲佢特別嘅課程，有以前人講我哋嘅母語課程，有啲聲音我感覺到講，我學嘅種慢慢攞過，又唔會講。但是我感覺到講，心理可唔可以有一種，我想講我都唔想學嘅，但是看到先生，按電子咯，上可以按神器，然後又可以用開始用短短的話，好變成喺嗰句我哋聽嘅唔一記，嗌一記，好無論講最尾可以用唱歌嘅啲方法嚟學我哋嘅母語，係真係講最好嘅方法。咁係咪請阿邊個同我哋示範一下講，像唱得嚟嘅話，睇又可以用嚟唱冇？其實呢，童謠用念嘅，唔過呢，我哋喺辦個床上就唱唱山歌咁樣嘅食飯，大家來食飯，彈嘅時也唱得出，同講嘅，咁我哋頭擺嘅東西，一個三四件做得盡童謠嚟唱冇，做得啦，人之初是混亂。留在烏雲來幫飯，因為人之初是混亂，留在烏雲來幫飯，因為可以盡歌來唱啊咧，所以作三，大家來作三，作三，大家來作三，也個人哋都看落去都得唱歌一樣嘅，嗰度啦，水果是水果嘅水果是水果。多吃水果身體好咁所以有人哋唱下係呢，呢個酸果、鳳梨果，行都係台灣寶，乜個水果就介紹出來，咁唱歌方式就可以有認識了解，有人哋呢台灣嘅水果有很多乜個東西嘅。其實從人哋頭一唱嘅以後，我都發現講，用念得嚟同唱得嚟嗰種，讓個感覺係完全冇同樣嘅呢。所以有時節念得嚟可能發現水果我哋台灣嘅路係播，你念好了其實都還好，但是你唱出來嘅時節有嗰種台上嘅時節，然後有音樂伴唱嘅時節，我能夠韻味都冇同樣嘅。但當初變成歌嘅時節，像比如我哋傅明雄，我哋鄉長，伊本身都幾專業嘅啦，應該會發現到講，我哋客家話去譜曲嘅時節，可能同國語冇得好落吧，去譜曲係冇同樣嘅東西。其實呢，有個唱歌嘅同一個念謠呢，其實人係兄弟啦。同我哋講嘅念謠聽個床上就變唱歌嘅。咁所以呢，唱歌嘅呢唔可以創作兩種嘅，亦都咯，我好聽為主。聽見咯都話，我唱出來聲音呢或者彈嘅人彈嘅時我唱默嘅，也個呢也係作曲家而考量嘅方式。咁所以傅明雄先生而創作嘅一個客家童謠咯，就係我哋做一個童謠俾啲作曲，因為有啲位幾好聽，有啲位呢唱出來也彈嘅時係唱默嘅人嘅，口語化嘅童謠也係一種嘅作曲嘅方式嚟。而且發現真係個重要，因為可以唱嘅時候啦，以嗰種可以運用嘅嗰種層面有個多。譬
譬如讲唔可以唱嘅時間，你可以跳舞嘅。錯，有 Q 嘅時間，我哋都可以搭舞嘅。咁你變成這個傳出去嘅嗰種機會有個多嘅。好像有的用音嘅地方，可能我哋都可以用搭我哋都可以讓講法啦可以用，但是唔可以變成有 Q 嘅時間。都搭上舞，我哋都可以變成冇 Q 嘅一種呈現嘅方法嘅。咁中途都一開始講，我哋一開始開始做我哋童謠嚇。那佢後來又把佢記錄下來。一個童謠記錄下來，當然啦，我哋一首出來嘅時間，我哋下巴多嘅就可以變下童謠書嘅。我哋再唱一個有畫圖嘅天分嘅就，我哋樂隊字體嗰度嗰個畫圖嘅，我哋帶頭一嚟同人畫圖，變下繪本嗰啲童謠書，唔但止可以念，又可以哎呦，按奇妙有一個圖像聲音又會好看啊！所以呢，童謠書繪本呢，也係一個重要嘅東西。當然啦，一首一首嘅歌出嚟，下巴叫嘅，有咩可以做一個唱片？所以今日我哋有4塊唱片，拜託小朋友嚟唱。所以呢，有童謠書可以看，有唱片可以唱。考講先生咯，哎呦呀，嗰個唔可以快彈咯，學兒成班學教語文競賽比賽啫，你就拿嚟用我講有，可以編舞哦，有演跳演唱，變啦改好一種嘅發通嘅。其實頭先講係啲改完整嘅一種文化出版嘅啦，後來對我哋開始文字開始寫個文聲音嘅音，因為最尾把啲作品變成一本書，然後變成繪本，然後又錄過嘅。咁10多年來，當初有想到講會做到咁樣樣嘅一個長途。當初因為有乜嘅需求，如來做乜嘅童謠，看到乜嘅如個做乜嘅，但是呢，唔可以講下一百出書啊嘛。不過呢，到6年嘅時間，量多嘅哦，咁係學教行，嚟每班人一張一張嘅字，那本聲音嚟一看，人上課上嚟啦，即係唔講下課用嚟跳下去哦，所以我哋話我哋做唔得。假如嚟出書所以呢，因為下巴一本又一本，而家目前係有4-5本嘅童謠書出嚟個童謠書出嚟，當然聲音呢一路講唔會哪一條嘅帶過去也可以假裝講下嚟親自講讀講下嚟讀嘅童謠書，睇完晒也可以順勢複習，順勢教聲音呢童謠對睇完晒嚟教聲音嚟學。係最好嘅親子教育嘅。咁從我哋客家嘅童謠嚟講嘅話，唔知係對未來咯，要想我講，下一步我哋更加要書嘅哦，我哋要用我哋咧嗱嘅 tape 啊，我哋要我哋嘅 CD 可以彈嘅。咁下一步要想到講，我哋童謠可能喺發展當中嘅一種長途。更加呢，我哋都話童謠書有嘅，唱片係有嘅，更加一個科技研發達，通訊研發達。一個電腦打開嚟，手機一打開嚟，數字年年嚟，係沒有可以彈得到邊個嘅童謠呢？做得咯。所以呢，我而家又開始一首一首呢，將一個圖像先嚟做一個呢，配合一個歌嘅，同一個圖像變啊，人講嘅 YouTube 嘅一個影片出嚟，點點邊個應該做，個歌就會出來。又可以看又可以唱，慢慢地向樣嘅方式嚟努力。下一擺呢，圖像是個示範呢，讓一個圖片嘅一個變化。下一擺我哋可以做動漫動畫變咗聲音嚟好看呢，卡通影片嚟所以可以改到好努力嘅一個方向嚟。係啦，其實也係真係對一種發展嘅一種過程因為讓我哋對我哋聲音嚟讓我去。我哋講用嚟去拿到，最容易拿到、最容易學習嘅一種方法來去設計。因為我哋嘅聲音太過度睇網絡你哋搞電腦手機嗰時有啲東西，你真係一定要變個網絡沒有變一點，各方面可以拿到，各方面可以看到，各方面可以聽到嘅話，亦都可以各方面去學習一啲我哋客家話，用最基本嘅方法嚟學習。但是其實有啲問題，像我阿邊個都講，其實偷偷阿邊個有講到講，也係一啲親自可以向下學習嘅一啲教材，
人家个人发现几多问题，唔要讲细人的唔想讲客话，係大人唔點樣去教，無論唔點樣去講客話，從呢部分阿邊個有乜嘅想法？一般人會講，客話呢唔係學教嘅，應該碌下教嘅，唔同你點出一個問題出來喲。嘅後生嘅阿爸阿媽客話都講唔正，而當然都唔會想到去用客話同細人嚟交談，也都幾麻煩。另外呢，就講一個阿公阿婆呢，孫呢過來要同孫呢學國語、講國語，也就麻煩了。所以呢，咱自家客家族群、客家鄉親，有一個國語，有一個國聲，客話冇必團喺度，客話團喺度就冇客家族群呢，冇客家人呢。所以呢，阿公阿婆一天要同孫呢講客話，阿爸阿媽呢就總講嘅客話唔係該爭，唔怕話。家間講嘛唔怕呢，就講嘅連家長都唔肯同細人嚟講，細人呢都冇學習嘅環境，就要靠個學校嘅客話先生、母語先生來補充教學、補救教學，嗰時家庭同學校嘅兩個都做唔得，鐵團劈啊！好多阿邊個要講到講，其實從安尼嘅童謠啊，其實我哋慢慢講。如果簡單，可是我哋咧爸爸媽媽可以即刻先學嘅，同細人嚟向下講，即個嘅客家話能力咪會進步。尤其我哋有唱片地方我先念一段，細人嚟念得比大人念得個標準咯。嗱，你咪可同細人嚟學啊，學嘅或者教本出嘅字體啊，嗰時呢，大人聽一個唱片也一定係學客話咁樣嘅。嗰時呢，我哋希望講啊。家長也好，學校先生也好，各種嘅客話嘅教材咯，都冇提必了教學。有乜嘅教材就提念嚟利用嚟做一個教學客話嘅媒體媒介而家唔想討講嘅書記嘅嘢嚟，YouTube 嘅嘢嚟都有嘅。一講乜嘅就該方便啦。其實童謠都清楚一條線呢，上面做一啲人嘅語言。文化同神話風俗，阿邊個創作嘅六隊風俗雜誌，亦記錄嘅係我哋六隊嘅文化嘅神話，但是創作童謠可以傳承我哋客家嘅文化。今日佢感謝阿邊個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我哋安靜泰嘅故事。多謝我哋咧，阿邊個主持人，多謝我哋鄉親朋友，感謝大家有閒嚟了。於是下哦，大家聽下啲先嚟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嚟哦。今日我教大家係豎臀腳嘅運動。運動之前，請準備一啲冇用到嘅塑膠桿呢。準備好嘅嘛，都可以同下做運動嘅喲。好，請兩隻腳打開來，我哋先練習我哋嘅豎，豎伸出，低背。係豎入來，伸出去，豎入來，伸出去，豎入來，伸出去。好，我嘅嘛，真簡單嗬，可以同人同下放起來哦。加上你腳，行你腳，好，來做一個跳腳，好，啲後背腳放來。再鼓下來，一定要鼓下來，再後腳放來。好，來做一個分解動作。一、二，搶同下，臀先生同下做。也動作訓練嘅手臂，還可以訓練嘅大腿。嘅腳，嘅腳嘅重心要移好哦，嗬。我哋慢慢嚟做，繼續嘅跳起，
准备试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休息一下。好，通通啊，把个手放松一下。好，来，同个脚通下，打开来，手顶个右手片打出去。好，顶个右手片打出去。好，弯片。好，一片一下，弯片。學位嘛，更加來練習腳，你腳伸出去，墊落背，伸出去，下手放來，再彎片，伸出去，停頓線上通下做哦，更加愛手臀腳夾放來，訓練你嘅協調哦，哈，準備哦，開始哦。用下來手可以用個油嘅一片，再來試下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來再來動作呢，將兩隻腳好可以合攏來，好來做一個上下交叉動作。上下挺空來，再變下去嘅動作。好，手伸出，變下來，一下、二、三、四，臀線上，通下做運動。再來。交叉，腳冇停下來哦，要繼續哦。也通常呢，大人細人呢仲可以做哦。好，平常啊，看電視有時間仲可以做運動，安尼呢，心情嘛會停落嚟個好哦。好，慢慢呢，放下來休息一下，做一個伸展來，起起，跳起。慢慢的，用個腰背喺上面做一個伸展，做扭轉，歸到中間，彎片，過來，用下來，好，能再一擺哦，好。同個手壓高啲唔嘅頸條繩，打出去再伸過來，用下來，伸過來，好，夾雙嘅腳，夾後腳，
你的肝呢要拿好哦，跌下去靠到腳會個痛哦吼。好，慢慢的回來，過來。好，天熱動作還記得嗎？天熱動作，按下愛打出去，就過來，打出去，就過來。手盡量打出，腳嘛盡量打出。準備試下1、2、3、4、5、6、7、8、9、10。好，再來按能同按能的腳來上下交叉，你的腳掌上下交叉。係來加上手上下交叉，運動作哦，請長臀先生一下來做。來運動作交叉，運動作豎向來打出去，豎向來伸出去。慢慢的，好，用下來休息一下，更加強彎片，好，臀的手、牙膏、腳做弓箭步，可以的話再下去，你的手盡量放出。慢慢的再數過來，彎片，彎片。你的手因為在手塊表現的腳趾條風，歸來再彎片。過來，好，跳起，用個後背做一個全身，再下來，用隻手用個肩條，老人看呢，用手個肩條，啲後背撈。做一個舒緩，很多欣賞通下做，慢慢的彎片，好，慢慢的過來，請好哦，有做到的哦。今日的運動唔記得了冇？安尼的運動呢，又簡單又實用。做環保又可以做運動，好好運動，俺能下次再來聊。